參加完嗰個升旗禮之後呢，就覺得自己身為中國人係好自豪嘅。我經過咗2年嘅訓練之後，都覺得呢個升旗隊係好值得參加嘅。我覺得國家安全其實係好重要嘅啦，因為我哋每一個人即係喺屋企打開嗰啲水龍頭就會有水，或者話撳個燈掣就會有燈咁樣，呢啲都係因為國家保障咗呢啲安全嘅話，我哋先會有呢個舒適嘅生活。我哋一個星期入邊咧，2、3、4都會訓練啦。有時其實真係會有啲辛苦嘅，要企喺太陽之下去練習步操咧，係真係好熱嘅。不過咧，我哋喺過程當中啦，都可以學習有一個堅毅嘅感覺，去克服呢啲辛苦嘅感覺。我覺得係好自豪嘅，因為可以代表學校去幫手去升呢支旗，維護國家安全。我哋都去到國家安全展覽廳度參觀過嘅，咁就係去了解國家嘅歷史同埋點解嗰啲安全同我哋嘅生活咁有關聯呢？國家安全嗰邊展覽廳呢，佢有唔同嘅資訊，例如咧軍事安全其實就係為咗保障我哋成個國家主權會完整。我哋大家一定要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嘅認識，我哋要團結一致，提高警惕，支持政府共同維護我哋國家嘅安全同埋社會嘅穩定。